后来，这个白流的总统来台湾，启动着全世界头一个旅游泡泡。啊，美国驻日白流的大使尼约翰嘛惊喜随行。这是美国邦交国的大使难得公开访问着台湾，但是中国的外交部马上来表明，讲美国甲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往来，中国拢坚决反对。美国驻帕劳大使也是帕劳代表团成员之一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、最敏感的问题。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。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。同一个时间，阿强的嘛有10架的军机冲入咱的防空识别区，直接飞到台湾东南部的海空域来做政治性的宣泄。这嘛是台湾甲美国签署着海巡备忘录了后，中国再度派出着军机来扰乱台湾。